歡迎嚟到跟威仔隨意行頻道，又係我威仔帶大家隨意行啦。今次帶大家嚟到呢個759阿信屋，睇有啲咩平靚正嘢買啊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頻道，就請記得撳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啦。金沙朱古力49.9有3件，原價32蚊一包，平均16.6就有一包噶啦。每一包有10粒。平均1.6毫子就有1粒噶啦，每一包都有58克嘅杏仁朱古力。睇埋呢個繽紛樂榛子牛奶朱古力啊，36蚊有2件，平均18蚊就有一包噶啦，每一包有6件，平均3蚊雞就有1件噶啦。日本直送名堂福岡草莓朱古力夾心章魚燒啊，會員價6個半就有一包噶啦，每一包都有16.5克重嘅士多啤梨味嘅章魚燒啊。再嚟嘅就係瑞士出嘅3個朱古力杏仁，原價21蚊件，而家36蚊有3件啦，平均12蚊就有1件噶啦。有呢個3個提子果仁朱古力啊，都係36蚊有3件，平均都係12蚊就有1嚿噶啦。日本出嘅8邦黑松露牛乳咖啡朱古力家庭裝啊，原價23.9一件啊，而家只需要12.9就有1件噶啦。促銷價每一包都有成78克重噶。嚟自中國出嘅花園怪盒啊，雪梨茉莉花茶包，原價58.9啊，而家58.9買1送1啊，平均29蚊就有一包噶啦。每一包有6包，平均都係5蚊雞就有1個茶包噶啦。呢個蜜桃丁鳳梨金水果茶58.9都係買1送1，平均唔需要5蚊雞就有1個茶包噶啦。有呢個金桔雪梨熱橙茶，佢配料有呢個金桔乾、雪梨片同埋香橙片嘅。多嚟嘅就係呢個鳳梨香橙桂花水果茶，鳳梨乾啦、香橙片乾、桂花同埋壓薩姆紅茶嘅。仲有呢個芒果百香果綠茶，有呢個芒果粒粒百香果粒，有呢個茉莉綠茶嘅。再嚟嘅睇下就係呢個黑沙椰嘅啤酒啊，20蚊9毫子有3件，平均唔需要6.9就有1支噶啦，330ml嚟嘅。呢個香港出嘅出前一丁通心粉鮮雞味湯啊，原價25.9啊，會員價只需要19.9就有1包啦，有5個細包啊。平均唔需要4蚊雞就有1包噶啦。再嚟都係出前一丁出嘅呢個通心粉家庭裝番茄牛肉味，原價25.9啊，而家只需要19.9就有1包噶啦，平均都係唔需要4蚊雞就有1包噶啦。嚟睇下呢個 CP 出嘅鮮菇菌三鮮豬肉水餃啊，原價33.9啊，而家只需要26.1就有1包噶啦，一包有20隻，平均過3就有1隻噶啦。微波煎同埋氣炸都可以嘅，每一包都有460克噶。睇埋呢個鮮粟米蔬菜豬肉蒸餃啊，原價都係33.9，而家26.1就有1包噶啦，平均都係唔需要1.3毫子就有1隻噶啦。我哋睇下呢個分菜嘅豬肉水餃啊，都係 CP 出嘅，都係原價33.9啊。而家只需要26.1就有1包噶啦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呢款嘅餃子呢？如果試過嘅就可以留言話俾威仔聽噶啦。再嚟睇嘅就係波蘭出嘅急凍雞中翼啊，原價72蚊啊，77折之後啊，只需要55蚊就有1包噶啦，每一包都有1公斤重嘅，無添加激素嘅。再嚟睇嘅就係韓國直送嘅豬肉水餃啊，原價24.8啊，會員價19.1就有1包噶啦，每一包都有380g重嘅。跟住再睇埋呢個759出嘅急凍天婦羅炸蝦，原價25.8一包，而家只需要34.8就有2包噶啦，平均咧都係12.4就有1包噶啦，每一包有10隻，平均1.2毫子就有1隻噶啦。嚟嘅都係759出嘅煙腩片啊，原價39蚊啊，而家會員價只需要30蚊就有1包噶啦，每一包都有成200克重噶，高品質嘅煙腩片啊。嚟嘅都係759阿信屋出嘅蝦滑啊，原價35.8，而家只需要27.8就有1包噶啦，每一包蝦滑都係有成100
250克重價。我嚟嘅都係759亞信屋出嘅墨魚滑啊，原價35蚊啊，而家77折之後只需要27蚊就有一包噶啦。我嚟嘅睇下呢個759亞信屋出嘅呢個海鮮雜錦，原價20蚊9毫啊，而家只需要16個1就有一包噶啦。海鮮雜錦包每一包都有成200克重價。我嚟嘅都係759亞信屋出嘅野生聖子肉，原價62個8啊，而家48個4就有一包噶啦。野生聖子肉啊，冇殼嘅，淨係得肉嘅啫。我嚟嘅都係759亞信屋出嘅急凍水煮原隻白蜆，原價34個8，而家只需要26個8就有一包噶啦。急凍白蜆啊，900g 重㗎，每一包都有。我嚟嘅都係759亞信屋出嘅急凍黏魚柳啊，原價59個8，促銷價只需要39個8就有一包噶啦。每一包有3條嘅，平均啊13個2就有一條噶啦。我嚟嘅都係759亞信屋出嘅原皮挪威三文魚柳啊，原價36個8啊，會員價只需要28個3就有一嚿噶啦。即開即食嘅三文魚柳啊，嚟嘅就係呢個北冰洋格陵蘭嘅比目魚柳啊，100蚊有4件啊，平均25蚊就有一件噶啦，每一包都有成500克重噶。我嚟嘅都係759亞信屋出嘅挪威三文魚件套裝啊，106蚊有2件啊，平均53蚊就有一件噶啦。跟住就嚟到佢呢個特價優惠嘅專區啊，13蚊一件嘅日本出嘅吓，再嚟嘅就係呢個韓國出嘅一個黑芝麻醬啊，中貨價只需要14蚊就有一支噶啦，每一支都有成300g 重噶。我哋點啊沙律啊菜啊都唔錯噶。仲有呢個日本出嘅蛋糕仔啊，只需要5蚊雞啫，包入面有2條，平均2個半就有一條噶啦。再嚟嘅都係日本出嘅朱古力嘅 Tiramisu 啊，包都係只需要29蚊就有一包噶啦，仲要有杏仁喺入面嘅添。嚟嘅就係日本出嘅軟糖啊，都係只需要5蚊雞就有一包噶啦，香橙味嚟嘅。再嚟嘅都係日本出嘅蛋糕仔啊，5蚊雞就有2條啦，平均2個半就有一條噶啦。睇下呢個759亞信屋出嘅啫喱啊，芒果味嘅啫喱只需要5蚊雞就有一包噶啦。睇埋呢個759亞信屋出嘅濃口粉絲啊，中國製造嘅，原價9蚊雞啊，而家只需要6個9就有一包噶啦。每一包粉絲都有250克重嘅。再嚟睇下就係韓國出嘅韓式芝士烤牛肉撻啊，原價69個8啊，促銷價只需要48蚊就有一盒噶啦。仲有呢個忌廉嘅芝士撻啊，都係48蚊就有一個噶啦。跟住再睇埋呢個韓國直送嘅豬肉薯仔小籠包啊，原價45個8啊，會員價只需要35個3就有一包噶啦。每一包都有成600克重噶。再睇埋呢個亞信屋出嘅糯米雞啊，原價23個9啊，而家18個4就有一包噶啦，一包都有成4隻嘅，平均4個6就有一隻噶啦，雞肉嚟嘅。再睇埋呢個759亞信屋出嘅豬肉燒賣啊，原價52個半啦，而家只需要40蚊零4毫就有一包噶啦，每一包有12粒，平均3個6就有一粒噶啦。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頻道，就請記得撳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啦，拜拜。